上早嗰道容器都係用竹嘅做嘅，看似路低嘅，羅架、竹欄、漆嘅本機也都樸素路係竹，唔過也都做起更加過少人用，也過少人睇做嘅。睇竹編樹藝當中，還有一種竹搭嘅，也係專門曬米粉用嘅架嚟。現時被台灣人傳到一代80歲嘅老師傅李強芬會做嘅，也無人很好。喺伊退休也向中醫能擺拋嘅睇博物館能看得到嘅哦。接下來，落嚟新竹北埔來認識一個竹編師傅同一個竹搭嘅。佢當所需嘅建築，一隻按照竹搭咧，係專門拿來曬米粉嘅架嘅。佢10年來竹編腔下，其中規半成咧，同竹搭嚟有關。我以前沒做那東西嘛，做爐嘅人啦，做米爐啦，cái米爐點嘛，割無cái米爐嗬，係兩我做米爐做到前差不多30年嗬，30年前啦，兩過去30年前，cái鐵都冇人輸無嘅啊，cái爐都冇人愛啦，冇來我將改變來做了個曬米粉嚟搭嚟啦。上早工業唔發達，各種種東西嘅單單係用竹嘅來做。對家做工數嘅，李強芬有卡就開始做一項，佢用是幾隻架錯，主要係做路嘅。架錯房腿內有10個生意，最有10個幾嘅倒馬，就像一隻做米爐嘅工廠，全都幾係第三代，佢改做竹搭咧。剛開始將新竹米粉業者前去做，同22年前台灣已經做竹搭咧退休嘅，規則北埔將傳到幾時去做。唔係講新竹老站餐廳啊，個死路啊，死路做咩來人嚟買啊？還個花蓮咩來買？花蓮個就買下少啦，哦，一年來買100、200年啦。22年前個給他做緊本身幾十年啦，吼。也已經也老嘅啦，吼老佢都冇做嘅啦，冇做我哋就因多方面探嘅，看哪有人做咩吼，就特別談講我哋嘅北埔嗰邊有一曬人都做啦，跟我哋就只有一個前面嚟做啊，做咗下來，咁就22年有了，幾啊條慢慢60歲開始做，兩嘛差不多80歲有了。我看這個東西啊，這個斷掉了啊。這個要拉掉啊！按多年來米粉產業，尤其一般講水粉嘅粗米粉，一早見來見到死嘅，頭路咩無人來食，除非竹搭嘅快到用唔得，米粉一早係請李強芬漲價，再用一波嘅。做一項李強芬看清嘅米粉產業嘅發展同沒落。頭擺我開始做架嗬，有10個件做米粉嚟了。行個尖山咩要10個件咯，講住我咩做唔起啊！個幾年嚟咩幾百隻摘嘅啦，做唔起啊！喺底下嗬，就到米粉廠，就到收起來冇去做米粉嚟啦。喺底下就2倍做就差唔多啦。雖然強用係竹編，我對做米爐改做竹搭咧，下後變做專家。剛開始時節，沒有在學習嘅過程，佢咩係見學見做。以前你起碼做係咩？唔識做，而家來時節嚟其實拿樣片來幫我看啊，拿咗幫我看個幾件樣板型嚟做，係做了以後，係有咩我合格嘅用啊？佢個唔好用，是見改進啊，係改到了下來嗬，是佢講真好用嚟啦。咁嗰佢嚟做嘅方法唔同樣，佢嚟做嘅佢嚟配。按伊砍數曬方面啊，吼，加個米粉搭咧吼，較平，冇將按伊入邊嘅手工做得較油做，佢要較米粉搭要較香，我較香啊，較香啊，伊個米粉曬落去啊，就自然就會較 Q 較醬。嗰南部嘅米粉搭得平吼，米粉曬落唔會 Q。竹搭咧看起來當簡單，唔過做兩件太緊咧，行過竹編嘅功夫，難做難到破滅咧。什麼看佢做來搶實作用嘅，也係佢做幾10年嘅功力。李強芬請託4年以上嘅菜地繼續嘅，軟硬度好，
对上山拓足的都破灭咧，佢都唔過人的事。机器哦，冇办法按破，机器冲也仲系啊！机器嘅东西哦，佢唔係冲按破，佢仲真大个呀，真大，冲两下拱嘅哦，是被烤得了，烤得你熬都痛得咧。做个磨平盤，個條下盤嘛，每樣下破啊。從細看到學到，李乾粉13歲就曉得破滅咧。唔過佢咩啲唔係搭曬做人嘅強樣按律法，所以有人講想同佢學來食一項素義，是唔過講嘅人多，正經來學嘅三無記嘅，都見還係冇人來食。從挨時推嘛個喏，挨就貼把子做出來哦，咁我買嘛個學個個突出將來是見破滅了，見破就壞了。韓撇就來學嘅，冇人來學啦。有人是諗學過冇，個前20多年有啥來學啦？20多年學咩冇成功啦，而家過來冇乜人來學嘅。幾近80歲，李乾粉還係一年到晚無限恻差，一年要做12點鐘。94年呢，從細看也愛做到兩頭烏，看就看驚嘅，無人想食定做。個4年呢，佢就做了個就冇乜興趣，佢就冇去食嘛。還有咩個啦？你係多人做哦，因為冇乜嘅好嘅東西啦，有東西啊，老頭擺冇咁樣。台北個港田農家人是個大家人要用到路嘅，係掠仲係做米粉但係中央嘅，其實做米粉就愛啊，係冇做米粉日本就咩冇愛。本身安尼係還有啲行業，還有都去做的話吼，安尼當然希望佢行得個做啊，行做安尼係咪唔是多錢人啊？佢做，安尼做啊長久，其他做啊長久，安尼就對我吃也好啊，唔是個錢人啊。跟住上到做到一道西嘛？做到唔會做就好咧，冇時間啦，沒有時間的啦。做到一次個就乃冇就好咧啦。有日江山講為冇，而咩為老，米粉也站得清清楚楚，馬該說到幫你說，李乾粉總會退休。是唔過一項數年，係講一出潛到人來食，做大咧，做滿足嘅歷史上一隻字，健康對文獻記錄都去潛。